哎，那个朱迅，我想问你一下啊，你知道这个拉祜语过年怎么说吗？有点难为我了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我告诉你，拉祜族称过年晚阔卡。阔卡。阔塔。阔塔。哎，对，是这样的。在这个过年当中呢，最隆重的就莫过于。最重要的就莫过于这个抢薪水活动了。哦，我知道，薪水对于拉祜人来说可以说是幸福美好圣洁的象征。那是薪水呢，我也相信会带给大家幸福、好运和福气。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一轮比赛当中，带给2个队伍好运和福气。我看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赶快介绍一下比赛规则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比赛叫抢薪水比赛。比赛的规则是。双方的队员来到这个水槽旁，用竹筒接水，然后放到这个容器当中，谁把这个容器装满，谁就为获胜方。哦，规则非常简单，谁把瓶子装满，谁就是获胜方。准备好了啊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小心滑倒啊！好，我们的第1桶水已经装进去了。红队也装进了第1桶水，速度非常快。双方的队员加油啊！哎，各队有各队的办法哈。对，看我现在你看他接力已经出来了。哎，这次我觉得这方是红队配合非常好，非常默契，一滴水都没有浪费。哎，现在蓝队的朋友要加油啊！好，现在我们看到他已经把1桶水已经加满了。哎。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个群体配合的过程哈，我们可以想一下办法，怎么能加得更快呢？我们既要把速度加快，同时呢也不要过分的紧张。哎，对了，哎呦，打了几滴。现在蓝队的水已经装满，红队加油啊！好，现在我们看到比赛的成绩已经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红队的队员要下去要加油了啊！现在比赛成绩已经出来了，蓝队的是1分42秒50，红队是1分49秒60。这一轮蓝队获胜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方队员红队很不错，刚才配合的非常流畅，距离越来越小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继续加油，下一轮。好，加油，准备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哎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很棒哎。对啊。装得很快，为什么呀？还是一个有连贯性的问题。好，那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欣赏音乐吧，也是2位大家期盼已久的人，他们就是冯小泉、曾格格，为您带来《因为爱》，有请萧逸轩格格。